第三组的分享者是咱的台文新友会，因是读新台台文系学生，伊啉即个歇热的时阵，因去平湖行搭，总共是十天9暝的旅行吼。因主要是要去找平湖的水，伊是要去是啥当地的音乐甲文化、宗教个历史等等。伊今日是要来甲大家分享因近10天以来所看到的物件，所得到的感想，安尼。好，以上时间交互台文新友会。好，各位友志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等我分享一下画面咧。你敢有看到我的画面？有哦，安尼看会着。好，真多谢。好大家好，阮是台文新友会。主要阮等下就是要分享讲，阮伫平湖10天9暝行踏平湖走找即个文化的过程。阮的团员呢有廖建和、刘义兴，阁有我侯良庭，阁有蔡丁武。阮是啥物人？阮咧创啥呢？阮是一边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学生。阮主要咧就是要做即个教育部青发署感动地图实践的计划。阮甲即个计划呢分做4个部分、4个主题来做。第一就是台语，过来就是移动，过来就是团结，上尾呢就是庙宇。阮想要伫咧即10天的平湖旅程的过程当中呢，透过访问体验来去了解到讲海洋的文化，结合着台语的教育，伊做了啥物的传承，阁有当地移民移工的故事。伊团结部分呢，阮想要了解着讲传统音乐的报歌，也是念歌讲因的传承到底是安怎，刷落来宫庙文化和在地历史是阮要关心的部分。准备好未？阮要开始咯。伫咧开始之前，阮有一个短短影片，互大家看。小等我转来分享一下阮的影片咧。安尼我就开始放短短影片。伊事业成人，少年时咧做鱼港掠鱼。伊话听到有小庆老师弹车鼓调，伊用即种旋律卖调咧，了后开始深入研究传统海老师上出名的就是土海歌，内容是咧讲土海的苦。对平湖来讲，会当讲是上重要心头吧。伊保证催促经济发展，嘛包容无。阮来到平湖，走找台湾文化的脚迹，若只是听特别的平湖腔台语。嘛，伫路站去了解海洋教育的生态，在地创新的实践。知识、教育、思想。我要保存这事情。这段路途中，阮听到毋若一个人甲阮讲，因为少年人的流失，
历史真侪义工开始做伙参与光武桥的文化，桥怀时代嘛展现出多样的色彩。讲过去，阮很单纯朴实，勤俭顶真。逐工干那为着一日三顿有菜得食，小物嘛爱物。上金润的生命力，因是偏好人，因的有影就是台湾文化会当互抹掉的魂，互看起来力。好，歹势，网络有小可问。所以有淡薄仔累个，等下阮的团员的影片的连接来去迄落边老卫视，请大家有兴趣会使家己去。凉亭的你的网络敢若嘛是小可较歹的款，听起来有淡薄仔嘿会起。安尼我用阮你的声音会长哦。对友的麦克等我一个哦。好。请问安尼敢有听到我的声？哦，继续唱。有，安尼有较好。继续唱。好，搁来算啦，我等下歹势等我一个。提醒一个，你的画面还未出来哦。有 echo。我安尼敢有画面目前是无。无安尼技术上出了困难。你会使搁试一摆。等我一个，歹势。要紧，试看觅咧。敢有？当要走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有看到画面。真歹势，做先，但阮特要来小解讲这。我有画面，过你的声音来自草地声音，就是叶声林。你的声音共款会长哦。长者。讲一遍。还是你画面即摆分享画面你声音去用迄个你另外一个口做。就是你画面用固一个口做分享，你声用另外一个口做麦。你画面就是安怎讲？你的电脑的专门放画面，若你会用手机开另外一个口做。家己来即个会议室，个语音放去就听安尼啦。无就是你用凉亭即个口做去分享画面，用迄个 Zzer 迄个，这应该是恁朋友的口做讲话安尼。伊头用即个口做讲话是清楚的，迄个 Zizer 迄个口做。就是你画面甲麦克就拢总用一个口做安尼。好啦。
安尼大家敢会听到我的声？敢有听到？安尼有，OK，看啦吼。你自头讲一遍好啊。好，安尼丁武麻烦你帮我倒提。好，安尼咱就对遮开始。好，造成大家困扰实在地上12万分的歉意。过来，阮就要来介绍这来自草地声音叶星林老师，后一页。这位叶星林老师呢，伊是偏湖梦晚的国宝，伊就是念歌出名的。伊上出名的呢，就是这条讨海歌。讨海歌的内容咧讲啥呢？伊就是咧描述讲咱人咧讨海啊、掠鱼，伫咧船顶也是海面会拄着的困难。像讲伊歌词就写着讲，第一艰苦掠大滚，第二艰苦放飞轮，第三艰苦车袂顺，第四艰苦在行船。叶星林老师之所以遐尼出名呢，就是讲因为这条讨海歌，大家咧讨海拢会唱，拢会念，毋过无人有法度规条甲念无了，敢若叶星林老师有法度对第一间看咧豆豆啊唱豆豆唱，甲唱好规条，唱好完整，嘛是安尼奠定了伊即位国宝的地位。头段影片有较那个真歹势，大家顶悬有连结会使，互大家转去看。阮一个影片内底有讲到，就是讲叶星林老师呢，伊会学即种传统的艺术，就是有一摆伫咧即个高雄上花的时阵，听到杨秀卿老师咧弹车鼓调。即条车鼓调呢，咱听伊的名，咱就会使知影讲，咱对即个传统的车鼓出来的一个曲调。毋过伊来到平湖了后，转变一个模样，伊转变做是咧换境地性格，就是讲咱透早咧甲神明换地的时阵所咧奏的一个歌曲。同时间的即位叶星林老师，伊嘛是梦晚在地，几来经庙宇的庙公，爱嘛照即个鼓励来。用伊家己的车鼓调做音乐，伫咧换境地时阵，好后一啊。过来要介绍的就是偏湖马景的天后宫，伊是台湾上早的妈祖庙。是安怎伊会讲是台湾上早的妈祖庙呢？就是伊有一件伫咧伊的内底挖出一块石牌，顶悬刻有心有灵、如退红毛番的即块石牌。根据考察起来，伊是明朝时代的一块石牌。嘛是安尼才互确认讲伊是台湾上早的妈祖庙。好后一啊。咱会看到即个相片，即个厝顶、棺顶，即个翘翘的物件，阮甲号做翘节。即个翘节是安怎会遐尼重要呢？因为伫咧古早封建时代，会使做翘节无简单哦。伊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伊不但显示着讲即间天后宫的地位，嘛凸显着讲即个妈祖伊对天妃从晋升来到天后的重要。好，后一啊。过来要甲大家绍介，就是讲天公炉也是三界公炉，伫咧庙宇内底，到底有时阵咱伫外口看到的，毋是干那讲在咧庙埕迄个，才是天公炉。有时阵掉咧厝角的婴棺顶迄个是天公炉，也是三界公炉，迄有无共款的分别。咱后一咱来做详细介绍。好，漳州交泉州。因有分，咱会使看到这路呢，伫咧倒边即张图片，伊敢若有3条锁仔条的。用即个3条锁仔条的呢，伊是漳州人咧用的，伊就是三界公路。像咱正边看到的即粒路呢，伊就是用4条锁仔。伊若是用4条锁仔吊起来，就是漳州人的信用，伊就是天公路，伊就是安尼来分的。好，后一啊。过来要讲的就是咱传统的建筑的部分，就是。偏湖二坎的山墙，啥物是山墙呢？山墙呢，就是讲咱这厝顶挂坎落来，像咱这壁角这看到这尖尖的迄片墙，那山共款，所以就甲号做山墙，刷落来要带大家看壁无共的风景。好，后一啊。像咱这看到的呢，山墙顶悬，厝顶还有做一沿箍起来的物件，迄做箍头。即个箍头呢，伫咧华语有人甲叫做马背，即个马背箍头呢，又分做5行，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传说呢，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讲，这个箍头到底要安怎去决定伊的造型，就是会根据主人家的命格落去画，看卖是适合用水还是用火。问题，阮即摆来到平湖所看到的呢，拢是水胶图的即种造型会较济。
后一啊。好，刷来就请阮另外一位同学来分享。好，大家好，刷落来，我就会针对阮的计划主题，台语教育和海洋来分享阮两个访谈的过程。头一个是海卡囡仔，毋过伫朋友圈伊会家己号做海卡影的，伊是一个经营 YouTube 频道，以台语推广渔船生活，佮有海洋教育，佮有亲子关系来做伊主要创作内容的一个少年人。即个海卡囡仔呢，伊的本业其实是伫国中咧教数学。对海卡囡仔来讲，台语是伊伫厝内底定定咧使用语言，嘛是伊和是大人咧玩弄感情的连接。所以讲台语对伊来讲，一直是一个真亲切、真温暖的陪伴。毋过可惜伊大汉了后，就发现讲，身躯边会晓台语的人就是愈来愈少。其实伫平哦，台语的使用现状嘛，无啥介乐观。学生囡仔咧听台语讲台语的能力嘛，拢豆豆咧流失。就算是讲学校内底有本土语言的课程，伊嘛感觉讲，迄较亲像是一种形式上的进步。若是无互囡仔一个使用台语的环境，就无法度真正去培养出囡仔的语言能力。所以佮有伊嘛发现讲，伊的学生囡仔内底会有一种讲台语足怂的想法，所以这嘛是伊想要改善的方向。所以伊会带学生囡仔做伙拍片嘛会伫教册过程中用台语和学生开讲，希望讲会使互因有一个会当讲台语的伴。过来就是海卡囡仔即个频道，除了台语教学，嘛有海洋推广甲亲子传承的主题。为虾米会有即款主题？是因为伊本人就住伫海边所以伊自细汉就会定定伫海边走踪佚佗。毋过伊发现讲，即马平湖的海岸，敢若像观光的价值，在地人是愈来愈清疏。就亲像讲，伊细汉时会伫海边耍的活动，即马囡仔敢若拢毋捌所以讲，佮有讨海的产业嘛是共款，就是敢若像年岁较大的人咧做。所以讲，伊嘛希望会使透过创作影片，加上伊嘛有家己的囡仔了后，所以就是会当加减带少年囡仔去入捌即个含因真活，毋过煞真少咧接触的所在，就是海洋。好，后一讲到海洋，就是阮嘛有去访谈另外一个小学，伊是叫做学前国小，伊正做一个实业教育的小学，伊发展出真济甲海洋有关的特色课程。透过这个课程，想要互囡仔更较熟悉即个土地，佮有含平湖真活的一个所在，就是海洋。后一这特别的课程有啥？咱来看卖。头一个是体育课程，因为即个小学足特别的，就是伊边就是海。所以伊的体育课程会去各准，而且会按年级来分，低年级就会学浮潜，佮有立桨，高年级就是去各准安尼。过来就是戏法的教学，因为伫即间小学有真侪学生，因的家长拢是厝内底咧讨海的，毋过学生囡仔因为要读册的关系，所以因就毋知影讲，因厝内底家长到底咧创啥？所以即间学校嘛会教因一寡较传统的戏法，譬如讲抱墩，还是轻滚安尼。过来就是因会去海边捡粪扫，因为其实除了观光客粪扫以外，嘛有一寡为东北季风吹落来粪扫，所以讲因会甲遮个粪扫嘛，成做一种美术的创作，像讲干仔挂，还是浮漂。色就会变做一个搁一个艺术品。阮去访谈的过程嘛，有看到遮个创作，阮感觉就是印象真深安尼。好，后一过来我想要讲的，就是讲想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就是虽然即间学校因甲海洋文化的课程发展了真好，毋过其实伫咧访谈的过程中，阮知影讲本土语言的课程其实是无的，就是伊伫咧
资源相对较少，啊学生囡仔嘛较少，啊教育发展无诚好的时阵，本土语言其实是互牺牲掉的。所以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结论啊，就是讲，海洋文化对于朋友来讲，确实是真重要，咱爱去传承无对。啊，毋过阮嘛期待讲，会当有亲像头前迄个海凯囡仔安尼，重视本土语言，重视台语，愈来愈侪少年人会当互即个朋友特殊的语言环境会当佫兴起来。所以，这就是我的结论，就是海洋文化爱传承，啊，毋过语言环境望佫兴安尼。啊好，后一啊。好，这就是阮考察啊，顶头有分享阮10港九妹到底拢去倒位啊，多谢大家，这就是阮今仔日的分享。好，感谢台湾新友会的分享，啊，大家会当来开始问伊问题，啊，大家有啥物问题拢当甲伊问哦。大家若有啥物问题，会当举手来甲因问讲因。前10天有啥物物件会当回约？首先是阿英。我想要问讲，是安怎想要去朋友即个所在？啊，第二个是想要问讲，有啥物就是真趣味的故事，还是讲你感觉印象真深的故事？安尼我来分享一下，安尼敢有听到我的声？有吼，即摆无问题啊吼。好，是安怎会选择澎湖呢？因为澎湖是一粒海岛，因为海岛呢拢是受到交通的限制也好，地形的限制也好，就是因为即个原因，伊嘛保存着足侪在地文化，是咱无去互南去的。啊，所以阮会决定讲要来澎湖，就是即个原因。啊，你有问讲，像阮有看到啥物较？好耍的、较其他的、较无共的，我有得到一个迄叫啥？有想到一个故事啦，就是讲，伫咧澎湖，阮的访问内底呢，有几来个人拢会甲阮讲着，就是澎湖在地有咧光桥的文化。啊，这光桥因讲的是武桥，这个武桥呢，就是用人举桥棍仔落去光的。啊，有一点有趣味的是，因为澎湖有一个人口流失的问题。迄个少年仔拢走去外位啊，拢来台湾本岛读册做生意也好啦，也是讲也罢。啊，在地无人通工。啊，问题即个澎湖呢，又有足侪掠鱼啊，鱼缸拢是外籍的渔港。啊，所以呢，因遮外籍的渔港就入来庙宇内底斗相共讲即个武桥，啊，促成即个文化的交流。这是一个较趣味的小小的故事。啊，佫有一甚至呢，因即个渔港呢，卖用武桥来供家己的神，啊，甲供家己的武桥啊斗阵来参加遮庙宇的绕境安尼，嘿，就是简单小小的分享。好，多谢。哇，听起来真趣味。嘿啊，特别的。敢有其他人想要问因问题？安尼，我想要问讲。是安那你要合作台湾新友会，是安那是新友会即个名？新友会呢，较早毋是有啥物动物新友会，内底就做侪动物咧。因为阮有一位团员叫做碰气，因为即个碰气的关系，大家拢要配合伊，所以就拢有一个小嘿碰气就是即身挂乌脸的迄个。啊，所以就是安尼，大家拢，就那像台湾，就那一个大家庭啊，汇集着足侪动物入来安尼，啊，所以阮就合作台湾新友会安尼。哦，是安尼。安尼恁未来就是既然是做朋友的囝仔嘛，啊，恁未来敢有其他的计划要做？目前是敢若做朋友尔，因为。讲较坦白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实际来讲，也是牵涉到经费的问题啦。像即摆阮去澎湖，通过计划，嘛是钱也无够，啊，嘛是爱阮老尾家己搁去装一寡钱出来。嘿，因为毕竟要探讨一个文化，也是讲
在地的义工啊、台语也好，拢是需要开真侪时间、精神、交精力落去啊。较现实的问题就是钱无够。好，明峰问题请讲。你好吼，我是想要借问讲，毋知影恁对偏湖的自然生态有啥物看法？就是我毋知影你有观察到，比如讲海龟啦，还是讲迄个食物，就是看讲因迄个生态，毋知影你有去观察到生态教育这方面？生态教育这方面，宜兴你敢有啥物特别的见解？阮有去两个所在，就是甲生态较有关系。头一个是阮去望安去访谈迄个叶森林老师的时阵，阮嘛有去迄个绿蜥龟博物馆，阮就有看到2只绿蜥龟。其实为虾米伊会出现伫遐？就是伊是细汉，伊是宝宝，伊是伊是细只的迄个海龟，伊囥伫遐，就是海龟仔囝。对海龟仔囝，伊内底人讲，伊10个月了后，伊就会放入去大海。对，就是因为因其实伫海遐是足危险的所在，所以遐的保育人员就甲伊安尼抓起来，囥伫迄个保育的所在，等到伊大汉了后，才互伊转去海内底安尼生活安尼。这是头一个，第二个就是我有去迄个看迄个玄武岩。玄武，什么？我睇。你是讲啥物武器？玄武岩。嘿啦，两点你要讲。玄武岩玄武岩，嘿，就是敢若看着尔，嘛无，就是因为真侪观光客拢会特别去看迄个物件，所以阮嘛有去安尼。过来，我想要问讲，迄个恁观察到的迄个偏湖腔，你用个甲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其实即个偏湖腔，网络顶拢找有，我就等我就简单分享一个。两点你较知你敢要讲？像即个，迄个啥，叶森林老师呢，伊的口语内底就保留着足特别的，就是。交咱台湾本岛即个普通腔无共，像讲恁要去倒，伊拢会问讲你要去倒，伊拢安尼甲阮问，讲你倒位来，你倒位来，拢会讲佫有佫有啥？我想一下哦。伊的文末的迄个发音的 I， 伊会变做有，就是基句类的差别。佫有就是头拄仔讲着海卡囡仔，咱会讲的囡仔，毋过伫咧。偏湖拢讲圆的，就像咱的的结尾即个语助词呢，伫咧因遐拢会变做诶。像咱讲伊啊，伊会讲伊的，像咱讲啥物因会讲诶，就是安尼。这两个是阮正想到较特别的。佫有迄个会变做像讲伊变安尼。伊无迄个扁喙啦，伊是喙唇嘟圆的。OK， 最后我想要问讲，恁敢有去七米？无呢。无哦。因为我是想讲，你现在偏湖佫有一个所在咧七米啊，我想讲你有去无？还是我是听着西苏望安，对吼，佫有湖水甲白沙吼。我看着马边啦，七米无去，七米是伤远。对啊，就是伤远，佫有钱无够的问题。恁怎会钱？有时啊补助哈？无，就是恁的钱，有时啊就是啥物款的补助要互伊，要互恁，就是基本上来源啦。阮就是2点，敢有因为有我伫咧，阮就是透过即个计划呢，申请着1条钱，毋过即条钱呢，无法度呼应阮出去遐尼久。所以呢，阮就甲系上的老师也是主任也好募款，就是真感谢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张伟文主任，佫台湾罗马尼协会呢，互阮一条
钱，会使来帮助阮完成即届澎湖的旅行。在此感谢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好，安尼就以上先感谢台湾新友会的分享。